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13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委外拖吊作业将在4月15号正式启动。目前先锁定中西区、北区、东区、甲林德区等4区作为拖吊的重点区。交通局呼吁民众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免受到处罚。交通局为102年开始推动停车改革4部曲。分别是公设停车格仔位、扩大收费、委托经营，也佮有加强拖吊4部曲。目前已经执行到第4阶段。4月15号，委外拖吊业务将正式启动，总共有26台拖吊车，每一天为下早7点到暗时10点执行拖吊的任务。呼吁民众千万唔通违规停车。市政府从102年开始，我们推动我们的停车有序政策那我们也几乎是每年有以增设2000个停车格为一个目标那我们目前已经有达到一个这样一个目标了那但是就是有一些民众他为了比较贪图一些便宜就是临时停车的或是路角这并排停车造成我们的一些交通事故的一个产生那我们市政府为了要杜绝这一个现象那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推动那个停车的一个违规加强取缔的部分已经有见到成效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公有的一个停车拖吊的部分因为我们的能量比较不足所以我们市政府有我们交通局来进行那个借重民众的一个力量来设置一个民间的委外拖吊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去年已经都完成招标那今年已经完成了一个建制那我们预计大概4月15号可以开始来上路那原则上我们针对一些刚刚有说明过的，比如说并排停车啦，或者是路角的一个违规红线的违规停车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地点我们会配合警察单位来一个执行目前委外拖吊的重点地区是中西区、北区、东区，也佮有林德区等4区。民众若是对着相关的规定无清楚，会当将台南市交通局违规车辆拖吊查询网站，或者是下载虎城警政小帮手 APP 来查询。交通局也是呼吁民众爱遵守交通规则，以免受罚。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小西第4期 MI 场用地，因为位伫大江国家公园内面，所以引起地方甲环保团体强烈的反弹。议员郭清华上午更加针对环保局编列的2亿5千万的预算提出意见，要求环保局伫得到地方甲大江国家公园的同意进前，袂当动之预算。针对城西第4期 MI 场的开发，议员郭清华上午邀集去环会甲当地里民以及环保局等单位做伙召开记者会。会中，议员郭清华表示，环保局伫104年度甲105年度总共编列2亿5千万的预算，要来进行第4期 MI 场新建工程，但是伫地方反对之下，以及大江国家公园也未同意进前，这笔预算并未当动之。环保局如果要去使用这一块土地，也要借台江国家公园允许啦你们才可以依法去设立嘛不是都挖局变更你们就可以依法去设立的，这个是关系到台江国家公园里面的这个范围里面嘛所以以我本期了解台江国家公园到现在还没有这个准许变更这市府的相关这一块这掩埋场的土地嘛，所以这市府你们编列预算，你们编列预算相关的程序
没有这跑完，你们就编列预算，没有动机最好，有动机了哈，那些预算都是安那点啦，都是无法去落实。对此，环保局回应，将会甲城西第4期 M 场开发热烈开放决策议题，借着公听会来听取民众意见。另外，伫预算方面已经经过议会通过，正在设计建造当中，不过目前也会暂缓执行。但新闻社谢宁根采访报道。近几冬来，台南新兴的旅游景点就是国华街甲正兴街。这两条街上界特别的，就是充满各种特别的美食。到饭店业者特别为这两条街选出10间知名的店家，推出大饭店特产美食对外馆的活动，要让旅客轻松享受到台南美食。桌仔顶各式各样的美食，有挂包、豆花、小羹仔米粉等等。这拢是这几冬正兴街甲国华街上界红的排队美食。饭店业者为了让大店的旅客会当轻松享受到这个美食，特别找来10间排队名店甲因合作，提出大房享美食对外馆的方式，希望让大房的旅客会当亲身体会正兴街甲国华街的魅力。那现在因为国华街的这些小吃都是百年老小吃哦，其实是旅客来台南必去的一个地方，而且离我们复兴饭店呢大概都是步行就可以到的一个距离。那我们呢帮旅人呢做一个筛选，然后挑出最精选的10家，那包含正兴店这些人气名店，包括彩虹来了、小满食堂等等，就让呢消费者可以在省去寻找的一个过程以及得到最好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内容。这个推出新的文创旅途，更加找来台南在地新锐插画家胡乃奇，甲正兴街、甲国华街附近的特色店家，全部拢画到地图内面，让观光客会当轻松漫步台南的街道。就其实接这个案子，就是一开始就是饭店刚好来我粉丝团，然后接洽，那刚好我很喜欢吃东西，就接了一个美食的案子，然后自己画得很开心这样子。有一些其实要排队排很久，那我就是台南人，就懒得排队，然后刚好借我这次机会，就是一口气全部吃完这样。这个复兴好时机第2期的活动，为即马开始到106年1月31号为止。想要来台南观光的旅客，千万唔通错过这个体验台南人散步轻松生活美好机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为了推广儿童乐坛，特别配合儿童节，选定4月作为儿童文学月，佮举办推推书、奇幻旅程的活动，透过网络佮坐公车，让各县学生会当佮别间学校的学生互相交流读册的心得。13号上午，中学各小小朋友就伫校门口等待，准备小等一下要坐公车出发到德南国小。这个活动是配合台南儿童文学月推推书跨区公车之旅，透过坐公车前往其他的国小，进行推荐书籍甲心得分享。中学国小校长表示，这个活动是为了推动小朋友阅读的能力。推推书是所有儿童文学月里面其中的一个重大活动。透过儿童文学月推推书活动，让小朋友的阅读文化得到一个校际的一个交流。那么今天的一个公车之旅，透过公车，小朋友搭公车，我们做一个城乡交流的活动，让阅读能够实际的结合我们的公车市民卡一起来推广，让城乡得到小朋友得到一个聊书的一个文化，深化他的阅读活动。阅读的目的在于怎么样？在于提升我们全市小朋友他们的语文阅读的能力，提高他们自主的一个学习的能力。除了跨区公车之路以外，现场也邀请中学各小小朋友分享推推书这个活动的心得，以及甲教育局的同学来讲册。推推书的奇幻旅程，则是在纸卡上写下其中的一站，并推荐我们的书籍后，再跟别的国小交换。每次拿到新的推推书卡，我总会像开礼物一样，不知道里面的小朋友是推荐哪一本书。
而这次第一次的跨区公车之旅，则是可以和别的国小的小朋友交换意见，而且面对面推荐书本，不像以前都只是字面上的叙述，没有办法互相面对面的问问题。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坐公车，我觉得很期待。所以我认为这次的推书活动应该会比我们班更特殊。为什么呢？因为班上的各种活动虽然受益很多，可是却没有比在户外跟不认识的人一起互相分享交流更棒的事了。所以我非常的期待这次的推书活动。儿童文学会三大学习活动，好册推荐一起来，好册推荐奇幻旅程，以及推书跨区公车之旅，希望透过3种无同款的方式，和台南市的小朋友语文能力会当更加进步，更加介意阅读。台南新闻郭博义彩虹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第4届安平800期艺丁大赛4月16号、17号2天，将伫安平凯台天后宫的广场举行。总共有13支队伍报名参加，要用敬爱妈祖的心来献技艺、拼创意。2016安平800期机队艺丁大赛今年迈入第4届，比赛分做高中小组、甲高中大专社会组，总共13支队伍报名。庙方为了宣扬妈祖慈悲救世精神，在比赛开始进前，各队代表会先向妈祖敬拜，用虔诚的心为比赛献艺丁。而这届参赛队伍当中，有一队原住民团体所组成的南岛舞集演出相当精彩，将挑战连续4天得到冠军的实践大学。咱今年已经举办到这样是已经进入第4届，会使讲参加的队伍水准呢一档，搁比一档较好。原因呢，因为有咱遮记者朋友会斗相共，会斗宣传，所以咱的水准一档比一档较好。咱嘛想讲，咱安平开的天后宫是遮尔有历史，来做这个。示范啦，甲庙宇这个文化优质化，等于这个，甲咱这个天后宫呢，嘛有定伫这个6月23要去大陆，200几天来第一次要大陆去咱的湄洲咱的现龙港，佮以及泉州来咧这个进香啦。安平800期机队艺丁大赛4月16、17号2天，将伫天后宫庙埕举行比赛，节目相当精彩，欢迎市民朋友做伙来看艺丁表演，为参赛队伍加油。
台南安平开台天后宫百百旗旗队义阵大赛正式开战。台南新闻张伟忠彩虹报道。为着要改变一般人对庙会甲顶头音乐的既定想法，台南市立民族管弦乐团今年的春季公演，将要结合多媒体甲舞蹈来做呈现，让观众感受无同款的艺阵文化。民俗艺阵是农业时代庙会庆典袂当欠缺的一项活动，除了舞蹈、戏剧甲武术以外，音乐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这次艺阵团旗音乐会将开创无同款的顶头音乐，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受。以往我们都是比较着重在团体的阵头的喜事表演部分。那其实音乐也是在义阵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因此去年呢，我们就特别邀请民管小小的来尝试一下，希望可以在义阵的这个领域里面呢，开创一个不一样的阵头的音乐。好，那这个不试则已啦，一鸣惊人哦。试了之后就发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音乐呢，非常适合民管把它当作它最有特色的演出啦。台南市立民族管弦乐团2016春季公演，以国乐大师所写的经典乐曲，结合多媒体甲舞蹈展演，希望满足民众视觉甲听觉两种享受，并且改变一般人对顶头音乐的想法，要让台顶大咖充满无同款的艺阵氛围。台南市立民族管弦乐团2016春季音乐会艺阵团旗，将伫4月16号暗时7点半，伫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演艺厅举行，邀请民众做伙来感受无同款的艺阵文化。台南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来自宜兰的无独有偶剧团改编安徒生《冰雪女王》动画故事，创作出《雪王子》这出红仔戏。用剧团家己制作的红仔，生动地呈现出一个故事，带领大小朋友进入奇幻的童话世界。两只高造型的戏红仔，甲现场的小朋友做伙互动，引起因真大兴趣。这个来自宜兰的无独有偶剧团，这次将要为台南的乡亲，都来改编安徒生所写的《冰雪女王》故事，创作《雪王子》红仔戏。打造充满动味的舞台。独有偶剧团演出的《雪王子》呢，是由安徒生的童话《冰雪女王》所改编的。那它故事是叙述少女格尔达因为她的最好的朋友被不知名的这个雪怪给抓走了，所以但是因为凯伊是个孤儿，都没有人要帮助她，所以她就很勇敢的一个人踏上了旅途，要去把她的好朋友救出来。大家也会看到，在这个场景里面，我们特别营造了像黑森林、像冰雪宫殿这样非常具有童话风情的场景，然后全剧由舒伯特的《野玫瑰》这首歌来做串联，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既充满冒险，然后又非常诗情画意的一个表演。雪王子的这出红仔戏为美术到结构的设计，完全由制作红仔的团队完成，透过专业操偶师的操控，生动呈现角色人物的具体动作甲情绪，让观众会当更加融入故事的剧情当中。在这出戏里面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台上的超偶人是没有隐藏起来的，他们同时也是剧中的说书人。好，那我们导演薛美华是台湾非常资深的一个偶戏工作者跟儿童教育的专家，他特别使用了一个小舞台的
跟大舞台的一个对比，所以你会感受到说，我们是在说故事、呈现故事的一个氛围，所以观众随时会随着说书人的表情，然后跟配合台上偶的操演，然后他会去觉得自己掉到了故事里面的一个情境。这出适合亲自观赏的戏剧4月22甲23伫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上演，有兴趣的民众会当购票一场欣赏。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迈入第7档的台港文化季，4月16号开始连续3天，将伫安南区东安夜市广场举办系列的活动。今年是以着听到土地声音、守护土地、守护家园作为主题，希望让更较侪民众了解台港在地活力甲艺文的内涵。台港文化季受担市政府、海尾中共社区大学等等政府甲民间部门合作所共同推动发展的台港地区艺文发展。文化局长表示，这活动对着培养学生的艺文能力是非常有帮助。整个活动的内容还是跟台江的在地的历史文化还是连结的非常非常的紧密。我想简单的来讲，今年的几个特色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我想我们还是跟这块土地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连结。那这也是在培养我们未来台江文化中心的所谓的艺文观赏人口。我们从小开始这个培养，那可以培养我们在地对艺术文化欣赏的一个兴趣。那同时也是在做一个人才培育扎根的一个工作。今年以听见土地声音、守护土地加守护家园作为主题，就希望除了各种的艺文活动，嘛让参与的民众会当了解咱的土地现在面临的问题。伫个文化顶悬北庄头咱台港这个所在有27庄头，27庄头呢每一个庄头伊伫文化物件，不管是庙宇的文化，不管是庄头的文化，甚至到心灵的文化，非常非常的丰富啦，非常丰富。发觉伫个讲法，伫咱台港这个所在无伊甲整理出来，所以讲台港文化季这几档来推动的有看到寡成果。第一个，培养足侪咱文化之光，咱各庄头的文化之光，希望讲未来的迄个台港这个所在主要咧讲每一个庄头其实会感觉去发现到讲每一庄头拢是博物馆。今年台港文化季将伫4月16号开始，连续3天伫安南区大安街、东安路口盛大举办，以台港同乐会、台港艺文社区博览会以及台港社区音乐会等等作为主题，希望让市民感受到台港活力甲艺文特色。台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云有时在本顺雨，或者是对雨的天气，温度22度到26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雨量4级到5级，上高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4月13号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